Hello，大家好啊！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睇到呢個新聞報道呢？最近因為深圳嘅樓市回暖啊，經歷咗3月嘅樓市小陽春之後呢，4月一個深圳樓盤一開售，隨即引發咗瘋搶，造成混亂。現場嘅售樓部安保人員向人群直接噴辣椒水。而家係樓市回暖信號日益明顯，咁證明大家對深圳樓市都係仲係好有信心噶。咁今日華女呢都有個深圳嘅盤資訊推薦一下俾大家。咁我哋項目嘅話呢，就係位於深圳前海，而家零仔首期就可以直接上車，樓下有地鐵，真正嘅地鐵站上蓋，周邊嘅話有3個商場圍繞噶，而且商場裏邊嘅商業呢，全部已經開齊晒噶啦，衣食住行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呢度單位嘅話呢，460尺做埋兩盤，仲送埋家私電器，仲帶埋精裝修俾大家嘅，咁自住又適宜，投資出租都完全冇問題噶，因為呢周邊商業配套非常之完善，而且人口嘅密度都非常之大，租值係有翻咁上下噶，完全都可以月租抵月供啊！而且項目係位於前海嘅 CBD 核心，而家零仔首期就可以直接上車。咁嘅筍盤去邊度揾呢？有興趣了解嘅可以私信俾華女，帶你現場實地睇樓，領取港人專屬優惠。